TVB 近年力捧小生朱敏瀚，拍過唔少劇集，仲先後喺2020年同2021年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分別攞到飛躍進步男藝員同埋最佳男配角獎。佢早前透露踢波斷咗2條韌帶，2月份做咗左腳腳眼手術。圈中好友周家樂、張振朗都有去到醫院探望佢。朱敏瀚隻腳受咗傷，仍然不忘行花市。日前佢喺 Instagram 上載多張輪椅相，雖然佢左腳未好返，但佢笑容滿面，坐住輪椅行花市，又捧住一盆蓮花同戰利品影相。朱敏瀚又晒出戰車，對於輪椅大為滿意，唔少人都留言祝佢早日康復。